好，今日咧就主要想同大家去講返旅遊潮流熱點嘅資訊素養。咁首先呢，就係我會運用返起承轉合嘅內容去講。咁最初嘅時候呢，就係要知道自己需要旅遊資訊有幾多，同埋係要知道想揾幾多個答案，同埋呢啲嘅有趣嘅內容。咁承呢，就係我會收集一啲有關資訊，並進行一啲嘅組織，整理返文字、圖表、圖片，以表達出嚟一啲嘅資訊內容。咁轉變嘅意思即係話，我會為諗一啲嘅諗法，創造一啲新嘅橋去利用一啲嘅資訊去講返一啲嘅意念出嚟，即係例如一啲韓國有關嘅景點資訊，跟住就係合乎道德同埋尊重知識產權同埋避免侵權行為，咁達至保護個人私隱同埋安全，防止咧係自己受到一啲嘅欺凌、成癮等等嘅網上行為。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多謝大家。